拉文聊 Tiger 呢場拉丁大戰到底係英雄重英雄，定係兩粒滄海遺珠要發光？最近拉文喺訪問度公開點名，話想同 Tiger 仔切磋拉丁舞。呢單嘢表面睇係高手過招，其實係兩粒滄海遺珠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哋唔使行孖逼，一樣可以贏到冇朋友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魚眼雷達，呢度冇大道理講㗎，只係負責偵測下啲趣味情報。如果你中意聽呢類有營養嘅廢話，就請你訂閱支持下，多謝晒。因為我見過 Tiger 咧做舞台劇嘅，我 also 想同佢切磋下嘅，係同埋我知道佢差唔多有個 concert， 係啦，所以我係問緊我嘅經理人I'm like Tiger 想唔想玩啲嘢啊？咁樣係啦，but we'll see，睇下將來啦。拉文點名 Tiger 仔，仲話好想一齊做 crossover。大家睇下 Tiger 仔喺鏡隊入面一向低調到好似消失咗咁，但佢入行前其實係全港拉丁舞冠軍，仲要係武術冠軍。呢種底蘊就好似你平時見到個斯斯文文嘅後生仔，點知佢一轉身就變咗張三豐咁。而拉文更加係國際級大師，喺百老匯行過大運嘅。呢兩個人如果合體，簡直係一場專業人士嘅反擊。其實拉文呢一着好醒，佢知道 Tiger 呢粒珠喺公司入面一向被保存得太好，好到大家都唔記得咗佢原本係點樣閃發。呢種感覺就好似兩個深藏不露嘅隱世高手，私下約出嚟比試。佢哋根本唔會輸，因為呢種專業嘅光芒係公司嗰啲強制配貨永遠俾唔到你嘅。呢啲咪就係我哋平時講嘅，有手藝嘅人，就算全世界停電，佢哋一樣可以發光。有人話佢哋係冷門組合，其實佢哋先係最清醒嗰個。佢哋唔需要去追求嗰啲虛浮嘅標籤，而係直接攞真功夫出嚟轟炸舞台。當呢個市道個個都喺度玩緊包裝嘅時候，呢兩粒滄海遺珠竟然想同你玩真專業，呢份吉士先至係我哋最想睇嘅清泉。到底你中意睇呢種純粹嘅實力對決，定係覺得喺呢個年代睇下啲熱熱鬧鬧嘅大製作先至最穩陣？你又想唔想睇佢哋合體表演呢？留言話我聽你嘅諗法，約定你下集見。你嘅支持對我好重要，想再支持多啲呢個講真話嘅頻道行落去，歡迎撳下面個 Thanks 掣請我飲杯咖啡，大家互相支持，真係好多謝你。雷達靠你撐，下條片見。